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间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委员古策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弦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具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金脸红华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竖青珠二画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觉内寻入境，念起真言归头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